续来追踪这件窃盗案。这个住户来指控着情报员，代志发生的进前有到因兜去拜访，怀疑是对方趁机会偷走这个锁匙。但是有其他的住户讲，这指控要有证据，袂使你讲一个影就生一个囝。电梯门打拍开，住户就看到社区的情报员坐伫门卡口。 立即邀请对方来厝认罪，住户指控就是这天厝内备用的锁匙甲感应器拢无去，搁着贼偷。含住户来咧开讲，请白衫这个，就是社区姓罗的保全。伫偷窃案件发生进前，伊已经离职。严格住户怀疑讲厝内着贼偷，可能和伊有关系。是讲某其他住户认为，每当看到乌影就开枪。你可以合理的怀疑的，但不能说就是他。相信也有报警，警方单位会很用心的去做一个查证。住户来来去去，有的租客啊。 或是卖掉的人，他此刻不可能完全交嘛。邦桥这栋社区大楼有100多户，门口有保全的值班，入大门坐电梯，拢都爱使用社区专用的感应片。那住户一人一个，保全的手头嘛有幽闭的感应片，方便出入。带那当然就是跟警卫大哥来借我们的感应好，马上还给他。 所以他必须要有，我们管委会跟总干事啊，或是保全，他们都很尽责。其他住户认为，若是真正有人要扣一个和社区感应片同款的，是真简单，也是爱家己提高警觉。你这个保全到底敢有牵涉到案件，警方爱个调查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